续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婚林的土库。顺天宫的对面有一间老干妈店，日本时代开到达70外档了。因为头家已经高龄90岁，目前已经咧清火底，准备要收大关门，乡亲拢真唔甘。 店内囤真侪货，当今是行入来，就当看到头家翁仔某清澈的笑容。土库顺天宫对面的干妈店，伫咧在地卖超过70档，不过调因将头家已经90岁咯，头家娘嘛已经83岁，身体无像较早遮尔勇气克，考虑过嘛决定要将店面收起来。 收起来，无搁做啊啦，都物件渐渐卖到完。 就要收啊，要租人。店门口遐卖空棒，搁用来放糖。其实这是早期向公卖局领米酒来放的酒桶，含几排插图啊，规间店面会当讲是见证台湾历史。毋捌甲算啦，足侪项的啦，毋捌咧甲算，即摆有较少啊。即摆店内已经开始伫咧清货，相信老店的特色会永永远远留伫咧大家心肝内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